你以為人人都識上網啊？其實全球仲有27億人從未使用過互聯網㗎。呢個現象叫做數碼鴻溝，指社會唔同群體喺接觸同使用科技上嘅差距。呢個差距可以出現喺城市同鄉村之間，市區上網好快，鄉下就可能收唔到信號。喺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之間，資源分配唔平均，令到科技發展步伐好唔同。年輕人同長者、高收入同低收入家庭之間，亦都存在住好大嘅數碼鴻溝。點解會咁？主要原因係經濟條件買唔起裝置，或者教育程度唔夠，唔識用科技。另外，偏遠地區基建不足，冇網絡覆蓋，加上網上大部分內容係英文，造成語言障礙。數碼鴻溝影響好深遠，好似疫情期間冇設備嘅學生就根本冇辦法參加網上學習，冇互聯網嘅人連政府嘅電子服務或者網上購物都用唔到，生活變得好唔方便。要收窄呢個鴻溝，需要政府、企業同社會一齊努力，提供更加多嘅支援，例如喺公共地方提供免費 WiFi， 推出廉價上網裝置，減輕基層家庭負擔，仲有舉辦數碼技能培訓班，教識大家點樣安全上網，真正做到科技普及化。